我係大家嘅節目主持人3C 班徐雨欣，我係另一位主持人1B 班嘅陳善娜。今次嘅點唱，我哋又收到好多同學嘅投票同埋投稿呢。係啊，大家都好踴躍，令到我哋都讀唔晒啲點唱啊！今次係邊一首歌會成為我哋嘅主題之歌呢？就等我哋一齊開估啦！今次都真係收到好多同學仔嘅投稿，依家就等我哋隨機抽啲同學讀俾大家聽啦。呢個係嚟自1A 班嘅陳子峰，佢想點唱俾湯老師收聽，因為湯老師有耐心教佢哋知識。呢個係嚟自1D 班嘅陳友嘉，佢想點唱俾蔡主任收聽，因為蔡主任總會溫柔地對待1D 班。有同學學習跟唔上嘅時候，佢會用休息嘅時間有耐心咁樣輔導同學。呢個係嚟自2A 班嘅張澤維，佢想點唱俾譚老師收聽，因為佢非常有耐性咁樣教2A 班嘅同學，係一位仁愛嘅老師。呢個係嚟自2B 班嘅林思毅，佢想點唱俾澤老師聽，因為澤老師有仁愛嘅心去對待每一位同學。3A 班陳柏琪，佢想點唱俾5C 班陳思宇收聽，因為佢係陳柏琪嘅家姐。如果柏琪唔開心嘅話，佢家姐就會嚟安慰佢。3B 班 Manuela， 佢想點唱俾胡老師收聽，因為胡老師佢會關心佢。3B 班鄧雙怡，佢想點唱俾紅姑娘收聽，因為如果有人唔開心嘅話，佢都會好有愛心咁樣安慰人哋。3B 班張子豪，佢想點唱俾廖主任收聽，因為廖主任佢唔單止好有仁愛，而且成日都同我哋講話，一定要包容愛護同學。呢個係5D 班嘅葉子軒，佢想點唱俾5C 班嘅葉俊豪收聽，因為每當佢受傷同埋傷心嘅時候，俊豪總會安慰佢同埋陪伴佢。今次最多人嘅投票嘅主題之歌係《香港我家》，歌詞要提到珍惜同埋欣賞我哋嘅香港，即係除咗我哋要對自己、屋企人同同學要包容愛護之外，對社會上嘅人都要有仁愛之心，真係好配合仁愛呢個主題啊！這裏自有他的希望，求你我一雙手築起這家。這裏面有街坊窄巷，還住上了一個歲月神偷，用努力建起舉世奇葩，更相信自我有實也，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，因此懂去欣賞我的香港。你愛它，我愛它，燃亮着火花。隨年月變化，更顯出高價。美麗香港，新天光輝渺畫。美麗香港，踏過世界豪家，我們繼續腳踏每步。
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，因此懂去欣賞我的香港。你愛它，我愛它，燃亮着火花。隨年月變化，更顯出功架。讓美麗香港，心天光輝明亮。讓美麗香港，擴闊世界空間。讓我們繼續腳踏每步，傳承着過去，叫世間驚訝。多一點鼓舞，給予他。獅子山山卻創造你共我的美夢，這是我家，從來都一家。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，因此懂去欣賞我的香港。頭抬起，抬頭看好嗎？隨年月變化，更顯出功架。心天光輝明亮。讓美麗香港，擴闊世界空間，讓我們繼續腳踏每步。隨年月變化，更顯出功架。今日嘅點唱站完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